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着用全部的精神学了伊的性命。咱来吟圣诗第18首。我心学了上帝。会将车起立吟全首。第一节，我心学了上帝，主的听我的命，你的万物三角形声。落彼段尊名，小白天光吹长，重重大海过山，天命彼大权能应当，因爱公义交正，我心无落。感情人的命，空中对照因是出声，无路大尊名，天最草木青翠，红玫瑰几玉水，你光照来风吹来，风起大人爱，我心无落上帝，你的本对一个，虽然歹来暂时中兴，风雨稳当得胜。成功领导的酒，那尊比你自由，你的教会合做一个，能对你上帝。加油完起来。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的马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就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绝对国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来看今仔日的课应文，第51篇，我来课会将来引。上主安尼讲：我靠为死的人的溃烂，因踮伫旷野打扫的所在。因为亲像风暴未大长的树，总是信靠上主，专心倚靠伊个。因亲像树栽伫水边，炎日也够无惊，抗旱的年拢无挂虑。
咱三甲额头祈祷。特别上帝，阮满心感谢阿罗你，因为你赐下耶稣基督，成做阮的救主。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定死伫十字架顶，流出宝血，担当阮的罪孽。告诉互阮活命的圣神，互阮会当坦然无惊吓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阮虽然是罪恶极重，阁常常得罪你，你却赦免阮一切的罪。主，阮感谢你，你是阮的拯救，阮的牧者，阮的快乐，阁是阮及时的帮赞。今仔日是感恩节，感谢你怜悯阮，帮助阮，赐快乐互阮。互阮会当伫逆境的中间，互阮有够野的恩典，佮用你大快乐的手将阮扶持，互阮会当倚靠你徛在头前的道路，需要你来引带。有你同在的性命是阮所渴慕、所得到的。主啊，所阮感谢你听教会，为教会来牺牲家己，伫即个需要光的黑暗的时代。主，你所听会通教会悠远徛在，主啊，所恳求你，你用你的道来洁净，伫教你的教会活出你的真理，用你的灵来复兴，伫教你的教会彰显你的大快乐，用你的恩典保护，互你的教会赢过患难甲攻击。主，你呼召你的百姓，互阮拢会当尊你的名最大，互你的名传到地极。互世间人信靠你，直到你将你的教会接入去荣耀内底。主，感谢你用阮这逆境临到阮，互阮伫这个中间来学习，原无靠家己，只有专心来倚靠你。伫你的带领，你互万项代志互相牵连，互听做人得到利益。今仔日借着正义传道、信息透放。用油抹伊的嘴，赐予伊属灵的快乐，佮有圣神同在，互阮会当来学习谦卑、顺服、忍耐的功课，互阮公的心被打破，心智互你来过固换新，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愿你的国降临伫台湾，愿你将王权坐大位，拯救台湾每一个失丧的灵魂。互万百姓因为你的拯救得到真正的公义甲平安，无搁沉沦伫拜偶像内底。求你赐福国家元首、政府官员，互伊会当行公义、好怜悯，用谦卑的心甲你来同行。主，这是合着你旨意的，求主你来成全应允。若是出着迄个歹的，求主你来主动看顾。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来三角看上帝的话，伫路加福音第5章第1到11节。奉主的名，当众人围括伊，咧听上帝的道理的时，耶稣徛伫隔日撒勒湖边。看见2只船伫湖边，讨鱼人离开船，咧洗网。其中一只是西门的，耶稣去，请伊将船放较开，就坐伫船内，假是证人。讲煞就对西门讲，放到深的所在，拍网讨鱼。西门应讲。先生，阮通眠着无，讨拢无，总是因为你的话，阮就要拍网。因拍落去，就围鱼真多，网到要离，就一把只船的东盘来斗相共，因就来捡鱼满2只船，到要沉落去。西门彼得看见安尼。就拍伫耶稣下骹讲：“主啊，离开我，我也是有罪的人。”因为西门甲当地的人为着因
一路去拍落去所掠到的鱼，无有公影。西门的东坡西比泰的囝雅各、约翰也是安尼。约翰对西门讲：无得惊，对这粒了后，你要得着人。因已经拖船靠岸，就放下一切来对伊。愿主祝福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赞美，请圣歌队。人对我讲，我就欢喜。正道请正义传道，伊要传讲的题目是呼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不好意思，我需要我的投影片。各位兄弟姊妹，伫开始分享今仔日的上帝话语，开始分享今仔日的经文的正经。我伫遮要邀请大家来思想、
来思考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讲，咱的上帝，为什么咱的上帝，伊要行出新耶技术伫人的面前？伫圣经当中，咱会看到足侪上帝所行的奇妙的事，这些事，咱甲称做讲新耶技术。咱来思想看卖，为什么这个全能全知的这个上帝，为什么伊爱伫人的面头前行出新耶，行出技术？我相信在座足侪人，你的身躯边的人，你拢有看过，你有见证过，上帝通过真奇妙的能力，伊会将人的破病医好。人的困难，伊会通过真奇妙的计划，甲伊的作为来帮助咱来解决。我相信足侪人拢有见证过上帝所行的这个代志。只是我要请大家来思想看卖，新约技术到底有啥物款的意义？马可福音16章17节。耶稣基督，伊伫遮有讲过一句话，伊讲：信的人要有这个圣业对应。那准讲咱是一个信上帝的人，讲较明白，那准讲咱是一个信耶稣是上帝独生囝的人。耶稣伫遮有一个应允互咱，伊讲有圣业有技术对着即款的人。为什么？为什么上帝爱通过伊的能力来帮助咱见证伊的作为？到底有啥物款的意义？咱拢知影，以色列人伫埃及的时阵，因受到法老因的迫害，法老伊用足唔好的这个方式对待这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感觉真艰苦。感觉真辛苦，因无饭通好食，搁爱做足济的工，所以因伫伊的心内，也是通过因的嘴来恳求上帝讲：上帝啊，请你拯救咱，脱离这个法老的这个迫害。天顶的上帝，天顶的天父，伊听到以色列人的恳求，伊就呼召摩西。伊对摩西讲：等我落来，要因脱离埃及人的手，带因出遐个地，到肥水开阔的地，到流奶甲蜜的地。上帝讲：我要带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去到一个所在。这个所在是啥物所在？是迦南地区。上帝要带以色列人离开这个所在，为什么？因为这个所在当中有足水的土产，会当互这以色列人伫遮生活，食这的土产，互因伫遮唔免讲四界走来走去。咱拢知影，法老真无同意这个计划，所以上帝通过灾难。来，互法老讲好，我互这以色列人离开。但是后来，法老伊个有火啊，伊带伊的军队去追杀这以色列人。因走到这个红海的进程的时阵，上帝搁一摆行出一个新的技术，就是伊将红海甲分开。只是以色列人会当逃开这个法老的军队。相时，法老的军队嘛死伫这个红海的海水当中。然后，以色列人入去旷野内底，开始旷野的生活。只是以色列人因的肉体需要食物，上帝只是为天顶降落这个玛纳，甲盐笋互因食。食物食了以后，
以色列人因感觉喙焦，只是上帝通过摩西吩咐这个石盘出水，互因有水通好啉。食饱啉饱了后，因要开始伫旷野内底，要去上帝要带因去的所在。只是上帝通过云条甲火条，引带以色列人伫旷野当中，互因去到伊要互因去的所在。有一天，伫以色列人已经见证这个生涯技术以后，因到一个所在，已经伫远远会使知影讲，远远的所在有一个所在是迦南地区。这个时阵，上帝吩咐摩西讲：“你爱找派12个人去到这个迦南地区去看卖，看卖这个地区，讲亲像我所讲的。”有少水，有少丰富的这个土产，通好互恁食，互恁生活。这12个人，其中有10个人，因是较无信心的，较怀疑上帝的人。这12个人去到迦南地区转来以后，因带来迦南地区的葡萄。听讲迦南地区的葡萄是足肥、足好食的、足好食、足大粒的。但是这当中有10个人，因讲白插话，因安那讲？因讲因遮个人论到所头看的地，对以色列人报歹消息。兄弟姊妹，这个歹消息就是白插话的意思吼。因报歹消息讲，阮所经过头看的地。是吞者才会徛起的百姓的地，阮伫遐所看见的百姓拢真大汉。阮伫遐看到阿那族人，就是大汉人，因是大汉人的后裔。照阮看，家己亲像草莓；照因看，阮也是安尼。兄弟姊妹，请问一下，迦南地区的人敢有影？遮尔啊大长，遮尔啊厉害，无，因为这10个人所讲的是白插话。因讲这个话，是因为因对上帝的信心是衰的。因怀疑这个上帝敢有影有法度，敢有能力会当带因到迦南地区，互因伫遐生活。但是以色列人听到以后，因竟然讲，因竟然。会众就出声大嚎叫，迄面百姓拢啼哭。因对摩西讲：“耶和华圣事带阮到这所在，互阮倒伫倒下。阮的某甲囝要受掠，阮倒去埃及，敢无较好？”兄弟姊妹。以色列人讲这段话，因已经对上帝是足无尊敬了。上帝听了以后真生气，上帝讲：“这个百姓看轻我要到第时，我伫因中间行这一切的生涯，因犹久唔信我要到第时。”兄弟姊妹，请咱来详细来看，上帝讲。我伫因中间行这一切的生涯，什么款的生涯？埃及的10个灾难，红海分开，玛纳甲烟唇，石盘出水，云条甲火条。这是以色列人已经见证上帝这的生涯技术，但是因竟然会相信。迄10个人所讲的白插话，上帝真生气。为什么上帝会生气？上帝的意思是讲，恁这群人是用恁的目睭已经看过我所行出来的生涯，但是恁这个人竟然对我这么啊无信心。我会当将红海甲分开，我讲会无能力帮助恁。会当战胜遐个迦南地区的遐个大壮的人，
我讲无这个能力，恁竟然会对我安尼怀疑，所以上帝伊怎生气的？兄姊妹讲到这，咱回到拄开始，我请大家去思想的这个问题：为什么上帝爱伫人的面前行出生涯奇事？为什么？是毋是上帝爱通过这个生涯奇事，帮助咱这个人会当对伊更较有信心，更较知影伊就是一个万美的这个源头，伊就是迄个全能全知的神。袂当怀疑一点，因为伊已经行生涯奇事，咱已经用阮的目睭去看见、去见证这个代志。只是咱来看今仔日这段经文，就甲福音第4章的38节，咱拢知影今仔日的经文是耶稣伊呼召伊的门徒，就是西门，伫加利利海进前。耶稣开始伫加利利海讲道的进程。耶稣有一天入去西门伊的厝，西门的丈母，伊只是破病。耶稣伫西门的面前医治伊的丈母，互伊的病得到医治。只是伊的丈母就起来服侍耶稣。这是第一届西门。见证上帝的作为，伊见证耶稣行生涯奇事。然后耶稣要开始讲道的时阵，足侪人想要来听耶稣的讲道，人愈来愈多。这个时阵，耶稣行到加利利海的岸边，伊看到一只船，这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西门将船放较开，耶稣就坐伫船来驾驶证人。兄弟姊妹，咱来详细看这张相片吼。咱来详细看，你有感觉西门所徛的这个所在真特别？西门所徛的所在是毋是我靠耶稣是一个真近的所在？有一届，传到我甲教会内底的少年人咧聚会的时阵，迄天咱伫小组内底咧讨论，迄礼拜我所讲到的一段经文，我就问，阮当中有一个少年人问伊讲：“你有啥物问题无？今仔日这段经文，你有啥物想法无？你有啥物所在你无了解，你会使讲出来，咱来讨论。”这个少年人就甲我讲：“小一哥，毋免啦，因为这段经文，你昨日伫咧讲道的时阵，你讲甲足清楚的所以我无啥物问题。”我听了我就足欢喜，我就甲讲：“啊，你安尼讲小一哥真欢喜呢，表示讲你有专心注意咧听我的讲道分享。”伊就真歹势，甲我讲：“无啦，小一哥，因为迄天青年礼拜的时阵，迄天我是私会啦我坐伫迄个位安尼。所以讲坐咧遐若是我若是打瞌睡伊足明显的所以我就正襟危坐打起精神真专心咧听你的分享。兄弟姊妹，你有发现无？西门啊！伊只是咧听耶稣讲道的迄个所在，就亲像教会当中这个聚会的这个所在。兄姊妹，这讲是一个拄拄好的代志，这毋是一个拄拄好的代志。为什么？因为耶稣知影迄只船是西门的，所以伊就去伫这个西门的船，而且伊互西门伫伊的身躯边听伊讲道。在场所有的人听了上清楚的，就是西门本人。讲煞，耶稣就对西门讲：“放到深的所在，拍网讨鱼。”西门应讲：“先生，
阮汤面着无，土拢无，总是因为你的话，我就要拍网。兄弟姊妹，为什么西门会讲，总是因为你的话？为什么伊安尼，伊会安尼用？兄弟姊妹，你也知影吼，这个时阵，西门讲汤面着无，什么意思？伊已经规个暝拢伫咧吐气，但是吐拢无。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讲，若对一个专业的讨海人，西门这个专业的讨海人来讲，早起的时阵，因已经要休困啦。早起的时阵，因感觉讲，早起的时阵已经吐无气啊。为什么安尼讲？兄弟姊妹，恁拢知影，我是一个最爱钓鱼的人哦。相片内底当中，这是我本人吼，这是我头一摆钓到这么大尾的鱼吼，这尾鱼是红干吼。我钓到这尾鱼的时阵，是早起4点到6点的时阵。钓鱼的人拢知影，迄个时阵是最容易钓到鱼的时候。为什么？因为迄个时阵鱼啊吼。伊较爱去食迄个食梨啦吼，啊，较活动力较强安尼。所以咱钓鱼仔的人讲，迄段时间叫做拍母光啦吼，可能是讲迄个时间吼，看起来雾啊有一点仔群线，所以咱讲迄叫做拍母光。我相信即个专业的西门，伊嘛知影即个道理。所以天光了后，伊感觉是应该是吐袂着鱼的。但是因为耶稣甲因讲，你即马去拍网去吐气，所以伊就遵探上帝的话语，伊就去做这项代志。咱拢知影后来发生什么代志？因拍落去就为着鱼真多，网到要裂，就野别只船的东盘来斗3工，因就来捡去满2只船，到要停落去。这个时阵，西门伊因为遵探耶稣的话，伊去掠鱼啊，结果掠到足侪的鱼。那对一个专业的讨海人来讲，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因为这个讨海人知影，迄个时阵是掠袂到鱼的。所以这是耶稣伫西门的面前，西门的面前所行出的一个生涯技术。西门这个时阵，伊对耶稣讲：“主啊，离开我是一个有罪的人。主啊，离开我是一个有罪的人。”为什么伊会安尼讲？因为伊看到面头前这个人所行出的这项代志，毋是一个普通人会当行出来的，毋是一个普通人会当做会到的。所以伊知影面头前这个人应该摸唔到，就是上帝独生囝。伊知影伊是上帝独生囝，伊就知影伫上帝独生囝的面前，我这个罪人，我这个有罪的人，会感觉足歹势。所以伊对耶稣讲：“主啊，离开我是一个有罪的人。”这个时阵，西门伊已经毋是西门啊，伊是西门彼得。为什么？因为伊已经伫耶稣的面前悔改，讲家己是一个有罪的人。然后西门的同伴雅各甲约翰也是安尼。耶稣对西门讲：“无得惊，对这定了后，你要得着人。”马太福音的记载是讲，耶稣对因讲：“来对我要互恁得着人，亲像土鱼的。”为什么耶稣会安尼讲？因为这个人已经见证耶稣是安怎通过一个无可能的代志，互因去掠到足侪鱼啊！就是讲，耶稣甲伊的门徒讲，以后恁得到人的时阵，你毋是靠恁家己的能力，是靠我的能力。就亲像恁会当讨到遮尔啊侪的鱼，恁以后嘛会当得到遮尔侪人的灵魂。了后，因已经拖船
换换就放下一切来对伊。兄弟姊妹，这是西门伊放下伊的船，放下伊的金钱、伊的事业，为着要来跟对耶稣，来替耶稣来传讲伊的福音，互天下的人拢会当得到救赎。兄弟姊妹，这是我要来邀请大家来思想一个问题：伫过去，你敢有见证过上帝的生涯奇事？不管是你身躯边的人，伊破病得到医治，也是你的困难得到上帝帮助会当解决。我相信这拢不是拄倒下尔，这是上帝对你的恩典，对你的作为。伊的目的是要互你对伊更较有信心，是要互你回应伊的呼召。所以，这是我邀请大家下头来祈祷，咱来向上帝来祈祷，回应伊的呼召。天父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是疼痛的天父，因为你是全能全知的天父。我见证过你所行的生涯奇事，我见证过你所行出的这奇妙的代志。所以这时，我要对你讲，主啊，不管你要呼召我去做什么，不管你要呼召我去到什么所在来为你传你的福音，只是我伫咧祈祷当中对你讲，主啊，我愿意，主啊，我愿意跟对你，遵探你的旨意，去将你的福音，将你的救赎传予天下万邦所有的人。咱同心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咱三甲来吟诗374首，听见救主出声在叫。会众请起立吟全首。为着救主欢喜做。
人，好因在后你心肝，与会紧带拢总世行，带因来好处就欢，我的行行行的对视，我无能他做啥工，给恁做做你定论，主爱你赞你救人，欢喜行他救主命令，因你最好其实大，主的叫你尊敬命令，我的家切我切我，请坐，奉献，请刘泰山、黄文光执事。会长请起立。报告大圣，咱来看今仔日的金句。伫约翰福音，我实实在在甲恁讲，一粒麦无落伫地里来死，就有完一粒若定，死就结实多多。约翰福音12章24节，请。在甲恁讲，一粒麦无落伫地里来死。只有完一粒尔，死就结实多多。约翰福音12章24节，我实在在甲恁讲，这粒麦无落伫土里，就一粒尔，死就结实多多。约翰福音12章24节，咱来看第一页，澳洲。服侍侍奉的人员，请咱家己来看。主日2，周间的聚会，教会小组的聚会。奉献的名是第3页，请咱家己来看。然后顶台来甲中级来反映消息报告。本主日为着感恩节的主日，
咱来孝顺主的恩典，献就咱的感谢甲奉献。今日传道部部会甲圣诞节第3摆的筹备会，伫中午中昼12点伫701教室来召开，请部员来出席。后主日是大港节第1主日，由主日2来点大港节第1支希望的蜡烛。再有部伫中昼12点701来召开会议。小会消息，咱请家己来看。在第1在夜班，社区在夜班11月13号开始，已经来开放来聚会，相连团契，本年度嘛是暂停，本年度嘛是暂停。教会消息，后年各部的团契的预算表，请今仔日爱交回办公室。新旧人中级团契首长的训练会，伫11月27号拜六上午9点来举行，下晡1点来召开协调会、中级会甲小会，请新旧人的中级甲各团契的负责人来出席来参加。圣诞歌来登记，到11月28号来截止。具体消息，宾士哲牧师宾介利兄弟的爸爸已经11月20号拜六伫田中教会来举行个别礼拜，请来关心代祷。教界消息，新德中会妇女事工部年会甲北区新德半日游，来时间地点，咱请咱家己来看。代祷事项，咱请咱家己来看。请牧师来报告。我来补充报告几项。头一项，我想我爱特别伫遮搁一遍强调这项代志。随上，咱真正爱感谢今仔日插花的同工翠萍姐。咱若有看到这，就知影我顶遍伫这个讲台顶报告的时阵所讲的代志。其实插花本身就是一个无讲话的讲道。我嘛要特别多谢林荣杰伫过去咱教会内底真侪插花的这个安排，特别今年对感恩节甲大港节的插花，阮有讨论真不止久的时间。然后因为感恩节是过来即礼拜拜4是伫周间，所以伫头前、伫后壁，阮有讨论真多。后来就决定感恩节，咱教会感恩节就用即2礼拜。所以即礼拜甲后礼拜，咱的周报内底拢会放感恩节的奉献。所以咱即礼拜若无准备不要紧，欢迎咱后礼拜来奉献。为今年来感恩，随上我也有放伫咱的周报内底。我要坦白大家讲，大部分拢对网络来，只有一点我改写放伫下面。感恩节其实咱爱承认，这是美国的节日，总是美国的节日对即天来讲，感恩节有真要紧，对因来讲有一个真要紧的意义。我无写伫顶头的，其实咱若好好去看这段历史，就知1620年，这群人104人，因坐上这架船5月8号，因去到美国的时，因是104人坐上船，过冬。直到11月份，随上因只有剩56人，实是一个记录54人。换一句话来讲，100人的中间，因就死失一半。意思就是，因伫迄个过程内底，因经历因生命中侪因所疼的人来过往。总是虽然是
伫经过苦难的经历，所以感恩是安尼哦。感恩的意思就是经过苦难的经历，总是有缘会当伫咱生命中做值得感谢的人也是代志，来向上帝献上。这是感谢，这嘛是美国的感恩节的意思。伫美国确实有侪所在，事实上感恩节就跟咱台湾人的团圆，所以有时阵感恩节甚至搁较对美国人来讲搁较要紧伫圣诞节。不过对台湾教会来讲，是无毋对，对顶世纪开始。侪台湾的教会、传统的教会，还是原住民的教会，拢会特别因为这个美国风俗的影响，来伫教会有举行感恩节这款献上的礼拜。原因是因为上款的意思，伫每一个情境内底，每一个所在，咱拢值得感谢。特别对旧年来讲，到今年，我相信咱拢会当体会到 COVID-19 这项代志对咱的限制。甲咱爱感谢的是无毋对，伫台湾社会事实确实无遐侪。总是咱嘛爱感谢的是，事实上，咱毋是咧感觉讲咱真加在上帝计先较保守咱，毋是，咱爱为着即个世界。阁有侪的人拄着苦难，侪国家拄着这个苦难来祈祷，咱上时也透过安尼向上帝献上感谢。实际上后礼拜开始就是大港节，大港节是过去传统的基督徒的新年，所以迄是一个新年度的开始。我嘛要邀请咱大家特别重视大港节，总是大港节。基督徒的新年，毋是庆祝尔，当然上尾到圣诞节，所以圣诞节是大港节节期的内底上要紧迄个，就是咱庆祝主耶稣伫咱中间出世，总是咱也爱的日子。透过大港节，咱用上帝认罪反悔来过新年，这才是大港节。要紧的意义，愿上帝帮咱，互咱透过思想这传统的节期，来祝福人在伫咱的教会内底。上尾我做一个补充报告，当然，这个咱有看到迄个社区报佳音的这条，实际上今年度咱的社区报佳音，我目前只有接到一条是12月24号要去星光三月大有店去遐报佳音，总是13号开始到24号，我要邀请咱大家兄弟姊妹来报名。假使你若倒一暗对13号开始，12月13号开始，倒一暗有方便，互阮去报佳音，我就会带一阵啊，我会招一阵去恁兜唱歌，带恁报佳音嘛。好，所以你若愿意，请来报名，就是13号开始，阮会排啦吼，就是咱来报名讲你愿意，互阮去报佳音，那安尼，阮就会去恁兜报佳音，吼，唱歌报佳音，愿上帝祝福就临到咱的厝。总是咱的厝无得较方便阮去，所以不要紧。愿上帝祝福，甲咱做伙伫地。上行397首，愿主祝福保护你，会将请起立。愿主祝福保护你，愿上帝应更献就你，也应慈悲宽待你。愿主上帝相
相看顾你，想思你平安。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对，袂倒。平安的咱互相请安，耶稣听你，愿你平安。